拉齐香粉100%纯天然的藏香，在拉齐和加德满都手工精制，采用拉齐雪山4600公尺以上的高山、柏树、刺柏、杜鹃花等多种纯天然的植物药材精良配制而成。拉齐是世界著名的圣地之一，许多大师经常光顾这里，也是至尊米拉热巴的长期修行的塑身之地。拉齐香粉，其成粉生长在这样的圣地是最佳使用于祭品、芳香疗法、冥想和祈祷仪式。燃烧后的拉齐香粉产生丰富、朴实和纯净的香气，有助于舒缓和平静不安的头脑，令人心弦意稳、气爽神清。它被广泛用于净化环境，并作为冥想和放松的辅助。它常被用作缓解抑郁、压力和焦虑的药物。拉齐米勒日巴的香，拉齐的香是源自于米勒日巴殊胜的土地上最珍贵的产品来源之一。拉齐雪山，它是由天然的草药制成，尤其是拉齐的杜鹃花与四壁马哈嘎拉提供给米勒日巴的圣泉水混合在一起，而这仅在拉齐中可用。拉齐米勒日巴的香可用于日常的供养三宝，用于法会、累积资粮、增加财富、长寿，也可用于净化环境，并作为冥想和放松的辅助。